陽明交通大學一個姓林的教授，伊是衝起這東門開的音樂教室，舉刀啊，甲對方堵好死。事當時，因為這內底還閣有10個人，嫌犯看到警察一個來，閣想要甲攻擊，落尾是互警方甲開槍去彈到伊的骹腿，才來成功壓制。即馬專案是照殺人罪嫌移送法辦。音樂教室的玻璃門全壁損，頂懸也閣有留下青枝孔。地板甚至閣會當看到火跡。檢察官佇10時暗時登來到案發的現場採證。面對雄雄發生這款命案，死者的家屬嘛來到現場了解狀況。時間登來到10時的下晡，姓林的嫌犯舉刀啊走入去姓紀的查某人經營的音樂教室。警方接到報案到場的時陣，這姓紀的頭家是已經大量出血倒佇咧塗骹，也那姓林的嫌犯佮舉刀啊甲警方對徛，甚至佮向警方做出要攻擊的動作，向警方連開4槍彈到骹腿，將人壓制。嫌疑人持刀與警方對峙，且被害人急待搶救，令屋內尚有6名大人、4名小孩受困。可能有安全顧慮，在急迫狀態下，警方依法使用警械制止逮捕嫌疑人。警方初步了解，死者是48歲姓紀的音樂老師，佮台人的43歲美國籍姓林的教授是同門的，兩個人的看守是親姊妹啊。這姓林的嫌犯佇陽明交大駕冊，到底是安怎要殺人？檢警目前也擱咧調查。你們是老師嗎？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？陽明交大校方對這件重大刑案表達關懷甲遺憾，會支持檢警依法偵辦，而且配合相關的調查。這件命案唔但互校方着驚，嘛互兩個人的家屬真悲痛。涉案的教授說落來，就要面對相關的代價。記者綜合報道。